大家好，我係小游，歡迎收睇一機走天涯。今集我哋嚟到一個超可愛嘅主角，就係呢隻慢條斯理、人氣爆燈嘅動物卡皮巴拉。卡皮巴拉係邊個？佢係水豚 Capybara，係世界上最大型嘅葉齒動物，屬於天竺鼠家族，不過係超巨型版嘅。住喺邊度？卡皮巴拉係住喺南美洲，喺亞馬遜雨林、熱帶草原、河流、湖泊旁邊就揾到佢哋蹤影啦。主要係分佈喺巴西、阿根廷、哥倫比亞、烏拉圭、委內瑞拉呢啲國家。佢哋最鍾意喺有水嘅地方，因為卡皮巴拉係半水生動物，每日都要落水游幾個圈佢先會安心㗎。游水、潛水樣樣都叻，水中活動就係佢哋快樂泉源。佢哋嘅腳趾仲有蹼，幫助喺水中游動。有需要嘅時候，甚至可以潛喺水底幾分鐘，避開天敵、降溫，甚至休息瞓覺。卡皮巴拉係群居嘅動物，鍾意一大班一齊生活。一個族群可以有10隻至到30隻，甚至更加多。佢哋好有社會性，會互相幫助對方舐毛陪伴，連曬太陽都係一齊曬，夠晒團結啊！佢哋嘅天敵有邊啲？喺野外，卡皮巴拉主要提防嘅天敵有美洲豹、大蟒蛇、鱷魚，仲有老鷹等等猛禽。佢哋平時都會貼住喺水邊活動，有事就即刻匿入去水度避難。卡皮巴拉可以話係現代人氣王，佢咁可愛嘅樣，近年喺日本、台灣都大爆紅。各大動物園啦、主題園區啦，都紛紛設立卡皮巴拉嘅溫泉區。每逢冬天就見到佢哋浸溫泉、食柚子，仲有機會會帶住聖誕帽呢啲玩具嚟裝飾，超級吸睛啊！佢哋嘅放空樣、半眯嘅眼神，真係一秒就療癒分心。卡皮巴拉已經成為打工人嘅精神支柱之一啦。你有冇地方想我去踩點呢？留言話我知啦。下次我會帶埋部相機實地探路俾你睇。記得訂閱我嘅頻道。下集一機走天涯再見啦！我哋一齊用鏡頭行世界。